若是沒要事，你怎會讓我相見？分手講到了嘴邊，讓靜默去蔓延，救不了地下屋檐，逃走還更方便。事實上我亦理解當中的辛酸，不必突然太道別，無需打開天窗，能裝不知也算體諒。狠心揭破真相，無非想把誠實來換舒暢，無需開多一槍。能裝不知也算體諒，狠心揭破真相，無非想把誠實來換舒暢，無需開多一槍。即使分手要有心人，用千萬年就由你付出，不必信我大沒要。唔該晒2號嘅 Natalie 嘅，咁啊無需打開天窗啊嘛。咁其實對我嚟講咧，我都唔會打。